要甲乡亲讲，拄啊食药啊落，唔通随体落哦。因为有袂少鸡毛摃啊，或者是一粒一粒定型的药品有侵蚀性。若是药啊食了随体落，药啊会卡伫食道，可能会造成食道烧伤，会来发炎，会来溃疡。这个食药啊上正确的方式，就是爱配至少200cc 的茶，啊，这个药啊食落至少爱过半点钟，要听才来听。你吃完药之后习惯站着、坐着还是躺着呢？不少民众身体无爽快，食完药了后，拢会想要去眠床顶倒咧休息。但是安尼做会互你带食落去的药啊，无法度顺利入去到胃内面。这时阵会调电脑更点面的加浓，或者是药丸，就会对你造成伤害。像这加浓，伊是天然酸性，药品可能粘伫食道黏膜顶面，药品的外表加浓，加特殊的剂型溶解了后，会造成脑梗、黏膜烧伤、发炎。有一些药的话，主要是它成分的问题，成分它基本上就是比较会刺激那个食道黏膜。除了这脑梗有烧伤风险，啉水了后马上倒咧，容易造成呼吸道激伤。上好的方式就是等半点钟。它必须要是卧床的话呢，我们至少建议他的床要有一个倾斜的角度，30或45度的角度这样。药师建议，不管是加浓也是药丸啊，其实拢无适合食了后马上倒咧，就算是无倒徛，必须要倒咧病人至少爱保持45度，再搁配大量的滚水，避免药物掉入这脑梗顶面，造成烧伤或者是无开的风险。